屏东有一个查甫人，昨昏伫卫福部屏东病院咧等门诊的时阵呢，人熊熊失去意识，而且阁无心跳。这医护团队是伫咧13分钟内成功将人救倒转来。那病院是表示讲，平常时的训练也阁有团队的合作，就是即摆任务成功的关键。 本来咧等门诊，煞熊熊失去意识，规个人倒伫椅仔顶。医护人员一看到，就赶紧挖过检查病人的状况，随启动急救的程序。护理师马上甲病人刷到看病间进行心肺复苏术，公布用电击治疗，予伊药物，最后替病人装镜仔。这名查甫人才顺利恢复心跳。随后病人失去脉搏，那我们就立刻启动这个心肺复苏术，那并且呢有给予这个电击器去暂电击这样子。 对，那后续的急救呢，病人他的心跳是有恢复，我们也立刻把病人转送到急诊。这是一个反应动作啦，因为我平常就是这样训练，所以是病人什么的样的状况之下，我们都可以立即采取最合适的措施。夜六早起10点外，屏东这名姓李的查甫伫门诊咧等医生，忽然心脏停气，急救的过程开13分钟，加在病人恢复心跳，刷落来医护送入去急诊，安排带伫加护病房观察治疗。家属事后嘛对医护团队表示感谢，有这么专业冷静的医师和护理师，互亲人会使去活落去。其实家属其实对我们是非常的感谢啦，我们马上发现，马上救回来，而且也马上到加护病房的一个治疗，可能在2、3天后再来评估看看是不是他整个是不是能够有恢复的状况。医方讲，好佳在是发生伫病院内底，有医护人员会使随处理。若是伫厝内碰到这种状况，搁爱等救护车送医，急救的时间去拖到，就有可能无命。副院长嘛表示，这摆案例展现了医护团队合作，替病人争取到黄金救援时间。记者柯永哲，屏东报道。